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李小台先生，今日同新杰老师来同大家做一下毛巾操哈。大家准备一下毛巾哈，拿起毛巾来，我们来做这个动作哈。尤其你个动作因，你啊3C 产品，手机啦、电脑啦，你个手腕啦，全部会疏于照顾哈。就动作因突然讲啊，个手腕动酸痛，其实啊，做两种动作来拉手腕拉伸哈。好，老师来哈。好，其实可以这样子啊。其实你按老年的时间吼，要出力了哈，会出力。啊，做到好管理后，就手拉着哦，手拉着转过来。哎，对手拉着转过来哈，这拉过来，这还是要出力哦，还得出能力。啊，做到好活计后，你的毛巾再落到了挡背来，哦，做出力落，从你安落年来，哦，从你安落，哦，啊，尤其做个个手机啦、电脑做调对，你要这姿势做得做哈，好，你要手出力之后。左反另外一个手好，左可以写些打挑签来可能挑签，然后再拉过去，看，然后其实做的从你那些肉那些，其实免嘴看两片来，因为那些胸头乳突肌全部会用到力量按肉能过来，左再往上一点好，出着力好，可比细安看，从你安做了出力，出力能来那些，练脖子的胸头乳突肌全部用到力，好，很好好，大家看下左架白来再做一次，好，刚开始可以向前面先向镜头，好，再往后往前往旁边。然后再用力，其实这时候呢，你的脖子稍微用力这样子的时候，你的效果会好活好，再往上，好，就这样，好，再来换另外一个当然，从你那些你来出能力的时间，出力的声音还会慢慢的好，再过去。然后慢慢的吐气慢慢吐气，在用力的时候慢慢吐气对我们的这些手部的这些伸腕长肌啦、屈腕长肌都会有帮助甚至就都对我们的胸头乳突肌都会有帮助好，回来这是第一个动作当然就是抬架还有重要训练暗练确认暗力你讲为起多又用到嘅好，当然从你那些你的毛巾加的准备都好冲滴滴的好冲滴滴的好，再来我们做第二个动作，直腰扩胸直腰扩胸好，来后面直腰扩胸好，再来后面好，这个毛巾你是莫露长枪的拉短一点好，短一点再短一点好，差不多与肩同宽就可以好，这样子的时候好，用力往上拉，用力往上拉用力往上拉。你该姿势莫向挑前莫向后背，一定要打起来你手出力往上拉好，像你你出力差不多不维持着很紧的力量。差不多5-6秒钟以上从你出能力那些饮水慢慢吐气，好，吸气回来，好，来侧过来侧过来就可以，好，给大家看，好，来拉一样，好，放轻松不用放松，好，再短一点，好，出力往上拉从你是莫向挑前也莫向后背，所以打起来好，来慢慢的往上拉，好，上拉，好，
可以，老师叫超就圆通啊，因为其实，因为小动强松其实像你安老年些对你个扩背肌、斜方肌全部有帮助好，吸气回来。好，还有你好，日天的与肩同宽脚步稍微打开，好，再用力一次，好。好，长度越短，个5秒到10秒钟都可以5秒到10秒钟。好，拉回来，好，两动向松因做了动作，总6遍来好，再来做一个第3个动作第3个动作来，前弯回拉那这就是一定要拉高拉直，好，往前碰到你的脚尖来，这时候一定要用着力毛巾不要像莫强烈送一天出能力，然后转热一些，气转热好，直回来，吸气回来，可以再短一点，走短调短调爬，好，来再来一次拉直拉高。好，然后直接往下弯，好，然后好，像你安那些慢慢的吐气慢慢吐气，吐到最后你弯着腰吐着气，吐到差不多的时候，5、6秒钟以后，好，再慢慢吸气回来，吸气回来的时候一样。毛巾也是要张着，有一个力量，不是像这样子，刚刚这样松松的好，大家再做一次好，吐气，慢慢吐气，5、4、3、2、1，好，接气转来接气，好，再来一次，好。吐气，慢慢吐气吐气，然后1、2、3、4、5、6，好，吸气，慢慢回来，好。你是通俩头先做的俩三角动作做过来复习一遍再来复习一遍，好，来再来一个就是手腕拉直，尤其。你做个高田螺、高长球尤其成日呢，手机滑太久了，你是在做了只动作给他数个10秒钟可以5、6秒钟，好，大家一起来做好，好，吸气，好，吸气回来。好，再换一个。好，慢慢吐气慢慢吐气过去。对。好，吸气回来。好，再做一次，左右再做一次左甲边。大家向下来做左甲边，从你安日天会出能力咯大家向下来做大家做当好当重要的，你呼吸还要调整一下大家向下来做好，再来你都要做第2个挑战到的第2个动作直腰扩胸好，对，可以拉短一点好，可以好，拉起来一般人是。拉不到这么高，你可以稍微就可以他可以有运动过，所以他常运动的人记住肉短过
再做一次啊，也面向观众啊，好，这样子再做一次，好，大家做一下哦哈。好，大家要注意到哦，你俩吼这条很哦哈，来再做个改变哈。好，要注意哦哈，这条脚要开，然后呢，身体不要弯哈。好，再来一个最后一个姿势哈，前弯回拉哈。这个时候，可以稍微，如果你走得好顺的时间哈。走得不是很冲哦，好，再来，可以，好，吐气，慢慢吐气，好，吐气，好，1、2、3、4、5、6、7、8，好，吸气回来，好，再来一次。像你按这条出能力的哈，这条出能力。好，吸气回来，再一次哈。好，慢慢再做一次，好。大家做向下走哈，向下走进来。好，1、2、3、4、5、6、7、8，好，吸气。好，大家做动好哦，哈，头气下，休息一下。好，大家好，我是李小达先生，两位是新杰老师，同大家共下来做毛巾操，大家准备一下毛巾，准备以后来做一下毛巾操，好，提一下来做下弯转身，下弯转身，好，跟老师一样哦，坐着来，好，这。你下落一些水，慢慢的头出气哈，就要头气一下哈，就是呼气了。好，吸气回来，好，然后拉高，拉高以后，你用你的左手本叶右脚尖，对对对，就是这样。这时候哈，最重要哈，你要对。给肩膀一定要拉着过去哈，这样才是一个面哈。好，吸气回来，再来，从力安哈，好，用力给左手碰的右脚尖，好，两那些水慢慢的哈。吐气吐了差不多以后，再吸气，慢慢回来。要注意哦你也个脚会打开来哦与肩同宽哦然后再来慢慢的吐气，然后用你的右手碰的左脚尖。也要慢慢数一下那个5、4、3、2、1，吸气回来。这是第一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再来，我们做第二个动作半蹲转腰好，这半蹲好，然后转腰的时候要注意我们的毛巾一定要有一个张力，然后莫变到那么僵紧莫变到僵紧。好，转腰对。半蹲着转腰大家看到你莫变到僵紧你变到僵紧那些贵家历史摸起好，而且
你啊安尼时间，会对你的三角肌、腰方肌和个你的臀中肌都有帮助。好，吸气回来。好，再来吐气，慢慢吐气哦哈。好，吸气回来。哦，好，大家注意到哈，一定要一个半蹲啊，然后吐气，吐气，慢慢吐气，转腰。好，吸气回来。好，吸气回来。好，一样，在这个时候一定要给它撑住，维持微气 NE 哈，就5、6秒钟啊，微气5、6秒钟。哦，好，吸气回来。啊，好，我们第三个动作，第三个动作哈。好，第三个动作，这个对，一样还是刚刚是在颈部哈，你下打你下脚下掉的哈，帮助我们的这个肩膀部分哈，手背部分。好，转腰，啊，这转腰的时候哈，一样，你也是用两只手出力落过来哈，落过来安样哈，啊对应你个肚脐的个腹直肌、腹横肌、腰方肌都会有帮助。好，来吸气回来，再来，好，吐气哦哈，吐气，好，一样要维持个5、6秒钟以上。好，吸气回来，好，好，我们重新把这3个动作哈，好好来做一次哈。好，来下弯转身哈，我们就做个5、6次好了哈。好，来，第一个好，两种姿势哈，就等于拉不下来的话，你就拉一半就好哈。有时候，我们的这个老师呢，他都有练哈，有常常运动，所以他可以拉到下来哈。好，吸气，好，再来吐气，慢慢吐气，我们大家跟着一起来做哦。好，抬到左动喉哈，动重要的你呼吸还要调整一下哈。好，吸气回来。好，再来吐气。好，大家有注意到哈？你记得穿很动出力人哈。好，吸气回来。在拉高的时候还是一样哈，这个毛巾一定要有力量哦哈，没有力量就会差很多哈。再一次吐气，慢慢吐气。好，大家一起来做。好，吸气回来。好，第二个动作。好，半蹲转腰哈。好，记住哈，记住不要碰到脖子哈。好，好，回来，然后再过来。1、2、3、4、5、6，好，吸气，好，再来吐气，吐气，另外一边。好，吸气，吐气，要吐气哦哈，慢慢吐气。好，抬脚从下来做哈，好，抬脚做动好哈。
吸气。好，我再重新做一下这3个动作。好，一口气，一口气来了哈。好，抬脚向下来走，好，向下来走哦。好，来上弯转身哈，下弯下腰转身。好，来，好，3、6、7，好，起来，好。好，起来，好，重点吼，重点下了吼，了就停了姿势吼，落人下去吼。好，慢慢来哦，吐气。好，吸气回来，再来一次。大家注意哈，这停下切下来哦哈，跪脚切下来哦，好，好，回来，好，来再来半蹲转腰哈，半蹲转腰，抬脚向下来走哈，好，半蹲哈，好，你先右边转过去，哦，然后呢，这时候1、2、3、4、5、6、7，做在球的我们爬哈，讲来就要起转来，走来好，慢慢吐气哈，1、2、3、4、5、6、7，做在球的我们爬哈，球谢好，所以想转来哈，再来继续。老师继续示范了哈。哦，从基地按动标准哈，哦，抬脚向下来走哈，好，抬脚走动好哈，好，吸气回来，1、2、3、4、5、6、7，做在球队我们爬哈。好，好，来，再来玩的上身转腰哈，上身转腰，好，好，一样要慢慢吐气哦哈，一定要慢慢吐气，然后吸气回来，好，再来慢慢吐气。这时候哈，就听到身体打起来哦哈，莫按饭觉，莫顾觉哈，你下是你会个左手来出力咯，好，再来吸气回来，再来就右手用力哦哈，右手用力哈，右手用力拉，对，这时候哈，好，抬脚时会三慢走哈，对咱身体会好有帮助。1、2、3、4、5、6、7，做在球队我们爬哈，好，抬脚走的一合哈，走到合，你下摆再见哈，好，抬脚三慢走。